1998年，台湾头一出动画长片《魔法阿嬷》用动画呈现着台湾的民俗文化，也有这马孙仔之间的互动是真侪人的共同记忆。这动画团队拍算伫咧2026年要出第二集。导演的王小弟就表示，这第二集除了要讲魔法阿嬷甲干阿孙之间的故事，也希望让大家看到这几年来台湾动画技术的成长。讲较互你办，吹手就好拍甲。讲到电影《魔法阿嬷》，一定会想到乌鸟骷髅甲演员文英的配音。1998年，《魔法阿嬷》用网甲呈现台湾的民俗文化，佮马孙仔之间语言和生活的冲突，是真侪台湾人的共同回忆。电影到当要26年，网甲团队拍算要出第二集。第二集内底，当年的主角董董已经做阿爸，魔法阿嬷嘛做阿祖。王小弟导演表示，为着要再现过去魔法阿嬷伫日本时代的生活和语言使用，团队原底真烦恼找无够讲台语的囡仔来做配音，加在也有共学团伫维护母语的传承。我就想讲，哇，要找做一个囡仔讲台语呢。结果我的另外一个导演哦，曾培善导演。伊就去找，讲老师有啊，伊找到迄个台语共学团啦。哦，迄天我是我入去迄个房间哦，规房间拢在讲台语，你知这妈妈啦、囡仔啦，哦，现在足趣味。另外，王小弟导演表示，《魔法阿嬷》第二集嘛要互观众看到台湾网架技术和人才伫这20几年来的成长。即届有真侪少年辈加入，嘛有运用真侪3D 的技术。讲即马哦，敢若3D 应该是较简单嘛吼，拢电脑咧做啥？无，迄足长的时间，一点仔一点仔改。希望大家喜欢看魔法阿嬷，支持魔法阿嬷之外，嘛爱想着遮个囡仔，台湾遮个爱画动画的遮个囡仔哦，实在是很可贵。团队表示，目前《魔法阿嬷》第2集当地无主，电影嘛当地制作，拍算会伫2026年完成。导演表示，毋但希望互大家来看台湾故事的发展性，嘛希望观众做伙来支持台湾网架。记者卢长竹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